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2月初5。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7篇第1节到11节，约伯记36章第1节到23节，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节到16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生活。头起先要甲大家小讲一个我所拄着的代志吼。牧师捌伫迄个超级市场拄着一对基督徒夫妇啦吼。即对基督徒夫妇竟然伫即个公共的场所对牧师讲：“哎哟，牧师啊，着搁买菜哦，安尼啊吼。”当然牧师甲即个话当作是滚笑的话啦吼。但是基本上就是讲，因为牧师甲即对基督徒夫妇并无真熟吼。而且拄着牧师还未拍招呼请安进前，伊就直接弹出一句话来。互牧师的感受就是讲，即对夫妇的头壳底可能一直咧想即项代志，迄个牧师可能毋免食、毋免穿、毋免过生活迄款啦吼。咱知影对经文使徒行传也是哥林多教会的即个书信中间。咱会当知影，哥林多教会存在着足济的问题，因彼此无合吼。所以伊若捌分即个阿波罗啦、保罗啦吼，不但因不合吼，因阁会安尼分党结派。所以保罗需要用即个伫哥林多前书12章吼，来劝勉因，着爱亲像一个肢体共款吼。因甚至对伫上帝的奴仆使徒保罗无介好吼，就是今仔日的经文所讲的啦吼。伊讲，我若将属伫上帝的物也伫恁中间，就对你修成属伫肉体的物，检视过头吗？别人对恁要求有份伫即个权柄，何况阮嘛？总是阮毋捌用即个权，反倒吞论逐项的事，免得阮有啥物窒碍基督的福音。兼毋知着活伫性的事会食殿内的物吗？军队祭坛的甲祭坛三角分米嘛，亲像安尼，主设法互传福音的人对福音来度我吼。事实上，哥林多教会并毋是安尼，咱咧讲一个钱拍24个角吼，毋是即型的啦吼。只不过是因伫处理的方向顶悬呢有问题啦吼。所以你也看讲吼，12节讲别人对恁吼，对伫恁要求有分即个权柄吼，何况阮，即个是保罗所咧讲的吼。这互牧师想到伫台湾有某一个民间的宗教，迄个是师傅啦吼。开喙爱伊的信徒捐2台名车啦吼。真正着有安尼吼，2台个4000多万的吼，劳斯莱斯的超级即个跑车着送到伊的面头前安尼啦吼。当然嘛，有基督徒伫美国有相当有名的布道家伊开袂少钱去买私人的飞机。当逐个咧质疑伊的时阵，伊竟然安尼讲，伊讲吼，我必须爱有迄个好的飞行的品质，才会当好好来传福音啦吼。咱着甲即个镜头靠倒转来保罗啦吼，莫怪保罗咧讲，别人对恁要尚且有分伫即个权柄，就是咧讲遮个吼，要求这啦，要求迄啦吼，何况是阮。但是呢，总是阮毋捌用即个权，意思讲保罗甲遮个同工毋捌安尼过分的要求，
反倒吞论伫逐项的事，免得阮有啥物阻碍基督的福音。所以因颠倒伫即个生活的无够野顶悬，安那吞论啦吼。所以今仔日个经文中间，保罗除了再度地强调伊家己的使徒的身份以外，也强调家己中心所领受的即个托付，就是传福音的代志顶悬。对安尼以外呢，伊阁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应该来好款待遮的使徒以及教会的服侍者。伊用牛做例啦吼，并毋是因为今日是牛年吼，拄这真早伊就安尼啊吼。旧例伊讲吼，外五国的牛，无得人伊的喙吼。中文可能会较清楚啦吼。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吼。所以咱嘛有即种的类似的俗语话啦吼。伊讲吼，你个爱马仔好吼，个爱马仔吼，毋食草安尼吼，爱用中文讲的，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吼。是啦，就算是使徒，就算是教会长、执事、干事、随者服侍者，包括牧师，拢是人，拢需要生活，拢需要食穿，也拢需要伫生活中间来见证主、服侍主。哥林多教会种种的问题，无论是不和，还是讲分党结派，还是其他的问题，其实上根本的问题只有一项。就是欠缺听啦，吼，咱昨有讲到即个部分吼。因此保罗伫即个所在提醒因啦，吼，伊讲如今上存的是啥？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如果有疼痛、有爱，因就袂不和。如果有疼伫因中间，因就袂分党结派；如果有疼，因就一定会看重主的劳碌生活的需要；如果有疼，因就会伫生活中活出美好的见证，亲像新的诫命的教导一样。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2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7篇第1到11节，约伯记36章第1到23节，哥林多前书第9章1到16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生活。先讲一个牧师的经历哈。牧师曾经在美国的一个超级市场遇到一对基督徒夫妇。这一对夫妇竟然在公共场合，在别人面前，对牧师说：“哎呦，牧师也需要买菜哦。”虽然牧师把这样的话当成一句玩笑的话，可是基本上，因为牧师跟这一对夫妇还不是熟的，并不那么熟哈。并且是当冲着牧师的面还没有互相请安打招呼之前，他就直接丢出这一句玩笑话哈。牧师觉得这表示他们的脑子里面都有这样的思想，才会蹦这样一下就跑出来了哈。哥林多教会其实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我们无论从使徒行传，特别是从哥林多前后书看到，他们有彼此不合的现象因此他们有分这个属亚波罗的有些人是属保罗的他们不但不合，他们甚至呢分党结派。因此保罗需要在哥林多前书12章当中来劝勉他们必须像一个肢体一样。就像今天的经文所提到的，他们甚至对上帝的仆人保罗非常的不好
因此保罗要这样子来说道他说我们在你们当中撒了属灵的种子，就算是从你们得到物质的供给，这算过分吗？如果别人有权利这样期待你们，我们不是更有这样的权利吗？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利用过这样的权利，反而忍受一切，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阻碍。你们当然知道，在圣殿里供职的人从圣殿得到食物，在祭坛边侍候的人也分到祭坛上的祭物。同样的主也这样的吩咐，凡从事传福音的人都应该依靠传福音维持生活。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看到，其实哥林多教会也并不是所谓的一毛不拔了只不过有可能他们是给错了方向这让牧师想到在台湾不久之前某个民间宗教的师父跟信众开口要了2辆名车，果不其然的，不多久就有两部价值各4000多万的这个劳斯莱斯的超级跑车入库另外在美国也有相当出名的基督教布道家呢，他花了一大笔钱去买了私人飞机。有人质疑他的这个做法，他竟然是这样的回答了他说我必须要有好的飞行品质才能做好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这难怪保罗要说咯，如果别人有权利这样期待你们，我们不是更有这样的权利吗？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利用过这种权利，反而忍受一切，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阻碍。可见哥林多教会并不是一毛不拔，只是可能真的是给错了方向那保罗在强调是说，他们不会做这样非分的要求，因为做这样非分的要求就会阻碍到基督福音的传扬，这是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就像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的，保罗除了再度的为自己使徒的身份来辩驳之外，他也强调了自己跟这些同工们忠心于所领受的呼召免得福音受到阻碍，所以他们忠心这样子，所以他们忍受。除此之外，他提醒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应该要善待使徒以及教会的服侍者。他举这个牛为例当然不是因为今年是牛年了这个2000多年前保罗就写了他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意思就是像我们所熟知的一个华文的这个俗语这样说，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我们都听过了是的，即便是使徒，即便是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教会所有的服侍者，包括牧师，都是人。我们的信徒也都是人那我们都需要生活，也都应该在生活当中来见证上帝。有非分之想的没有办法见证上帝，那亏待同工的当然也不是好的见证哥林多教会的种种问题里面，他们最大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只有一项，就是缺乏爱。我们昨天已经有提到这个部分了所以因此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我们来想一想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如果他们有爱的话，他们就不会不和；如果他们有爱的话，他们就不会分党结派；如果他们有爱的话，那他们一定会看重主的仆人生活上的需要。如果他们有爱的话，就会在生活当中活出美好的见证。因为就如同新的诫命的教导一样，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了。